陳穎欣議員。唔該，主席。主席，我發言係支持范俊華議員推動香港發展海洋經濟嘅議案，以及其他嘅修正案。有1180公里海岸線同埋263個嘅島嶼，三面環海嘅香港係有得天獨厚嘅海洋資源同埋獨特嘅優勢，好適合發展海洋經濟。所以我記得上一屆我哋立法會都有同事係提出相關嘅議員議案，去推動善用香港海島同埋海岸線資源。今次范俊華議員嘅原議案建議納入我哋香港首個嘅5年規劃，我係表示支持嘅。推動香港發展海洋經濟至少係涉及4個政策局，涵蓋港口發展、藍色金融、海洋保護、生物多樣性、運動娛樂、高端旅遊，係值得有更高階嘅統籌同埋跨部門嘅協調機制，去締造新嘅就業崗位同埋新嘅經濟動能。修正案豐富咗原議案，加入咗過去響議會、響我自己嘅選舉政綱都有提及嘅遊艇產業發展。適逢國務院喺5月30號發出覆批，同意喺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市暫時調整實施行政法規定，港澳遊艇可以經指定嘅口岸係出入9市，亦都喺灣區內自由行。咁我特別都想重點喺我嘅發言度講下遊艇經濟。遊艇清關嘅問題可以用行政嘅方法去解決，但有另一個核心嘅問題我認為係需要及早去部署嘅，就係遊艇泊位短缺嘅問題。遊艇自由行同港車北上、粵車南下計劃一樣啦，北上可以有更大嘅空間去容納，唔怕冇位，但係南下就好唔同啦。雖然北上本身可以容納嘅空間較大，但係我了解到作為第一批指定口岸嘅廣州南沙都已經係準備就緒，提供係超過350個嘅泊位去迎接遊艇自由行。之但係我哋香港香港註冊嘅遊艇超過12000艘，但係泊位嘅數量咁多年嚟似乎都冇增長。我哋特區政府管理嘅泊位有2000個，私人遊艇會泊位就大約2200個，計埋都唔夠5000個。就咁，我哋香港註冊嘅遊艇都唔夠泊位啊！嗱，主席，呢啲都係公開嘅數字，我相信局方係比我更加掌握嘅。所以無論係為咗發展遊艇旅遊、遊艇經濟，定係照顧我哋本地嘅遊艇嘅停泊需要我哋香港都有必要加快去提供更多合法嘅海上泊位，否則只能夠港艇北上，但係北艇就南下唔到。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日前就話海事處會推出更多嘅新措施，我亦都期望喺新嘅清單上面，除咗有2024-25年施政報告有提及過嘅香港仔避風塘啦，以至係前南丫礦石場、紅磡站嘅臨時可用地啦，同埋機管局正係就機場城市發展嘅 Skytopia 嘅500個泊位以外我都希望可以有新嘅選址。正如我一再提出啦，喺其他嘅海岸，我哋荃灣欣澳都被認為係適合吸引遊艇嘅優質地點。我知道發展局都曾經做過前期嘅研究，亦都為遊艇提供咗維港等等嘅海岸以外嘅一啲新嘅選擇，就係南巴勒海峽。欣澳嘅地理位置亦都相當好啊，即係我哋講緊喺香港嚟計啦，對上就有位於屯門嘅黃金海岸啦，亦都有機管局就近嘅 Skytopia。但係大致我哋整個灣區同深圳、廣州、東莞等等一啲沿海嘅灣區城市都係就近嘅，所以都好建議政府可以認真去考慮。我期望我哋特區政府首個嘅5年規劃內可以成立專責嘅跨部門統籌小組，去推進港艇北上、北艇南下嘅雙向奔赴，唔好辜負國家嘅支持政策，致力將我哋香港打造成國際遊艇中心。本人謹此陳辭。